再来看台中有一个9岁查甫囡仔，伫2当前目前生一个白色定定的物件，佮愈来愈大粒，这手术挂掉嘛是佮再发咯。台中营总进一步检查，就发现讲是一种真罕见血管纤维化的病变。以早是捌有大人有一款镜头，也毋过伫囡仔身上发病，算是全球头一个。这个查甫囡仔的目睭皮内底出现白色一块一块，互目睭搁红搁肿，也搁感觉会点。伊的老母表示，2当前发现囡仔的目睭出问题，原底诊断是过敏，毋过经过手术甲治疗，也是一再发生同款的状况。镜子就翻一翻，就发现，哎呀，怎么眼睛右眼的下眼睑就长了这个白色的肿块的异物？对，那因为眼睑的这里的那个面积比较小，所以长的2块就是很明显。家长惊囡仔的视力会受到影响，才转去台中营总来治疗。经过切片检验，才确定是罕见的视床性白血球性血管中心纤维化病变。这是基因病变引起的免疫球2倍巨负相关的疾病。除了规身躯发炎、血管纤维化，若严重可能会引起器官衰竭，也会并发过敏等等的症头。院方表示，这款病理的表现目前敢若伫大人有少数的个案，若文献顶头也未看到儿童的病例。目前在学界的文献并没有说有关这方面的疾病在结膜的个案报道。那我们这个小朋友是目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个案。那目前常见的是在唾液腺、肠胃道等等。那小朋友在眼睛部位的比例是相对高一点。医师表示，大人甲囡仔会伫无共所在出现纤维化、结规地情形。若免疫球2倍巨负相关的疾病，目前会当透过基因诊断，搁再加上生物制剂来治疗。提醒民众若是出现身躯顶有不明定定的所在，建议也是要赶紧就医检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